是一个特别选出来，要诚做咱今仔日安慰咱，也诚做咱兄弟姊妹伫即个回应的时光内底所吟的歌，咱来对头到尾吟一遍啦，吼，来。是何朋友，就是耶稣，担当罪过甲烦恼，真正人有大福气嘛，事拢通对伊道，是何朋友，就是耶稣，担当罪过甲烦恼，真正人有大福气，大福气。心肝心上是人别恩难，道家看路艰苦，困苦事，这是对人袂有亲情，袂有放心甲付出，只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罪过甲烦恼，真正人有大福气，大福气。这条歌上尾咱会吟2遍，因为咱若看这个歌词就知吼，就是铺顶头就有一个小乌龟，小乌龟迄个就是转来到头前，搁吟一遍的意思啦吼。所以这条歌咱要对头到尾来吟2遍。愿上帝恩典帮助扶持，互咱今仔日伫上联主日内底，真正转来到上帝家。咱时间已经到，请咱刘兄姐备办心，以及线上的兄弟姊妹平安。请走个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果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上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
阿免。会长请坐，咱三个来启用。圣诗后面36篇，圣诗后面36篇，暂时也是今年第八章。我来启，三个来回应，听智慧得救，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，智慧伫城的门口。众人啊，我叫恁；戆直的人啊，着学习精明；着听我要讲极好的事。伫创造的起头顶，主先做咱。伫顶头起头，伫创造世界以前，我出世时又未有深渊，迄时大地甲田野也未创造，又要安置工厂，又还未伫海面画地平线。伊伫空中布置云彩，甲海定界限，互海水袂搬过界，啊大地下地基。迄时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，逐日互伊欢喜。伊也伊互人徛起的世界。当我的囝呀，着听叹我，听叹我的人真有福气。找着我的人，就是找着性命。这是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万万能永远的上帝，你是活命的源头，是阮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。阮感谢你，你有带人经过艰难的旷野，来归伫你所安排的天城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引带阮的长辈，佮保护照顾阮历代的祖，互阮一代佮过了一代，互阮的祖先认捌你。通追求永远活的活命，伫世间因忍受一切艰苦，跟对主行天路。愿恳求你帮助阮的少年，因一切好所行，对因的好模样，记伫你所赏赐阮一切恩惠。求你互阮努力，搁较认捌你的疼，继续因的工课，完成你所交代的。来归荣光互你。当今仔日，阮为着阮桃园教会要举行双年主日，而且阮也为着敬老节甲双年的时间纪念主日来关心甲代祷，互阮即阵有年纪的兄弟姊妹，互阮会当明白清楚，伫你的圣经的话语甲阮讲，阮若信靠你的，也摇花做伊所倚靠的，即个人是有福气。伊嘛要亲像水边所栽的树，旋的根伫河边，沿射到伫也无惊，叶也悠然生翠。伫打扫的年也拢无看路，搁结果子无煞。互阮会当搁较清楚明白，当阮桃园教会建立伫桃园的所在，阮要为着桃园教会，而且徛起，通过阮的牧者引带阮的兄弟姊妹进入。伫即个社区，互阮会当诚做光盐来引带搁较侪人来认捌你，加添伫阮的团结甲小组，诚做教会的帮手，结出侪美好的果子。主啊，阮也为着
阮白城身躯确认有即个确诊的兄弟，互因会当通过理性的手，以及通过医生的医治，互因会当早日一天恢复因的健康。甲阮三甲伫遮来敬拜你，愿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，阮要通过今仔日即个主日，有对你遐来，阮的牧师要传讲你的信息，互阮会当搁一届较清楚、较明白。愿你看顾阮今仔日即个聚会对头到尾，互阮所献的诚做芳的祭，到伫你面前，使你接纳。但阮将今仔日即个会敬拜、仰望交托伫你主手中，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。阿免。这是咱三个来看圣经，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，11章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，15章11节，耶稣佫讲，有一个人有两个囝，12节，细汉的甲老爸讲，阿爸，我应该得到财产，请你分予我。老爸就将财产分予因两个。过了无几日，细汉囝将所得到的全部的财产，拢换做现金，然后出外去远的所在，伫遐放荡，钱乌白开。第14节，伊所有的拢开了的时，拄着迄时发生大饥荒，伊才知欠缺的艰苦。15节。伊就去迄个所在，有一人咧请，迄个人叫伊去园林饲猪。第16节，伊枵甲想要摕猪食的豆壳来煮，毋过连即个人嘛无互伊。第17节，后来伊觉醒讲，阮老爸有遐尼济的请工，因拢有米通食，搁食到有剩。毋过我伫遮得要枵死。18节，我要起来，转去我的老爸遐，甲伊讲：阿爸，我得罪天，嘛得罪你。19节，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，请互我做你请工就好。第20节，伊就出发，转去老爸遐。伊离因兜的时阵，游玩真远。老爸就看到伊，心真毋甘，赶紧行碗去甲伊揽咧，直直甲伊斟。第21节，囝就对老爸讲：阿爸，我得罪天，嘛有得罪你，我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。毋过老爸甲夫人讲：赶紧下上好的外袍来甲伊穿，甲伊挂手指，搁甲伊穿鞋。第23节，继续牵迄只肥的牛仔来抬来庆祝。第24节，因为这个囝是死去，搁再活，失落有搁得到，因就开始庆祝。迄个时，大囝伫园林，伊转来，伫要到厝的时，听见奏乐甲跳舞的声。第26节，伊叫一个仆人来，问伊到底是啥物代志。27节。迄个仆人甲伊讲：恁小弟转来，恁老爸因为伊平安无事转来，就杀迄只肥的牛仔囝。大囝非常生气，毋入去。伊的老爸出来甲伊苦劝。第29节，毋过伊应老爸讲：你看呀，我做奴才服侍你遮尔侪年，毋捌违背你的命令，你连一只山羊仔拢毋捌，互我甲我的朋友做伙来欢喜。第30节，毋过你即个囝为着长期互你的财产开了，伊一个转来，你就为着伊杀迄只肥的羊仔囝。伊的老爸应讲：囝呀，你不是拢甲我三甲做伙，我所有的拢是你的。第32节，总是你即个小弟，伊是死去又搁活。失落又搁得到，咱应该欢欢喜喜来庆祝。愿上帝听伊话，搁去行的。这是咱相连团契要唱赞美的歌，因他活着，因他活着。
咱即时要来正道，咱请咱吴润牧师，伊今仔日题目就是转来厝，转来厝。大家平安。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。今仔日是咱教会的常年主日，咱知影咱也应该有见证着，伫咱中间年厝上轻的，拢伫头前较侪。嘛无的确啦吼，嘛无的确啦吼。总是不管安怎，咱透过今仔日，咱要学了咱的年会，伫无共款的阶段，特别会当过去的世界内底，咱今仔日是过去的人真歹想象的时代。因为今仔日咱感觉若活到60几岁，感觉讲小少年啊。通常咱会讲60几岁，上少年。所以这是一个过去的人无法度想象的世代。总是感谢上帝，互咱有会当活到咱应该活的年岁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伫咱每一个时代、每一个年过内底，咱拢应该学了上帝讲，感谢上帝，互我通活到这个年岁，通享受你所创造的世界，通享受你所创造的我，互我会当伫这个过程内底去领受上帝特别的快乐甲祝福。咱除了要学了上时，也要庆祝也以外，咱也要感谢上帝。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。我即礼拜有接到真侪特别顶礼拜三有早起时，我去新竹开会的车顶，就接到亚文打电话给我，伊讲牧师，我2条线怎么办？拜三吼，伊拜六要结婚啦，拜六下晡要结婚。拜三会知影我伫火车顶接到伊的电话结果就无法度，不得已只好来延期这个婚礼。上时伫即礼拜我也知影真侪伫线顶，侪兄弟姊妹也因为确诊，特别咱的小会员也有2位已经有确诊伫厝里，所以不管安怎，求上帝特别扶持，是咱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，总是愿上帝赏赐的平安，就甲咱做伙伫地。不单咱是1条线、2条线，还是3条线，拢通得到平安。所以我要邀请你，你边仔的人、头前的人、后壁的人讲，真欢喜你伫遮，真欢喜甲你做伙做礼拜。做伙来祈祷，感谢上帝恩典，互阮通伫今仔日活地喘气，领受你所要互阮的快乐甲祝福。求上帝帮助扶持，互阮真正有上帝你特别的智慧，知阮活地的每一天拢通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每一天拢是你所赏赐。求上帝帮助扶持祝福，阮做伙敬拜的即日，愿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真侪人听到我，有当时出外拢会拄着人问我做啥，做啥物工课。真侪人听到我的职业叫做牧师的时阵，恁安知影？因有几啊种的反应。上最反应，恁安知影是啥物货？上最人的反应会讲，宗教拢是劝人为善。我毋知你若当介绍讲你是基督徒的时阵，有人安尼反应？有吼，真侪人上最，我大概可能5个中间有3个会安尼讲。当然后壁的意思就是讲，你莫阁讲啊，你莫阁后壁的意思吼，爱听有人咧讲啥吼，后壁的意思可能是讲，莫讲宗教吼。总是一
即句话意思是讲，敢若信啥物话拢好。其实，事实上，我认为现代侪侪人是啥物拢毋相信。检菜嘛，安尼讲嘛无啥对。台湾人可能更较相信的是金钱。我认为这就是现代台湾社会普遍的无神论者。这拄拄好是一种现实的宗教相对主义。因认为这个世间顶头无绝对的真理，宗教咧只甲伦理道德行好有关系。这个人有可能对假好甲真僵化的制度反感，所以因拢是徛伫门外，在批评讲，迄宗教组织太过教条。总是嘛有另外一个极端，迄个极端就是有一寡人严守敬虔的传统。不管是啥物传统哦，敬虔，因的宗教传统，也是性命的传统。伫教会内底，我嘛看到侪基督徒的家庭有敬虔的传统，因会拍拼工课，严格咧守伦理道德的标准，想要摕到教会、社会甲家族的认同。事实上，伫今仔日咱所读到的故事内底，主耶稣拢想要对即两款人来讲话，有可能你甲我嘛是其中的一款。路加福音15章，主耶稣一连讲三个故事，我相信大家若有听顶礼拜讲道就知，迄个背景其实就是路加福音15章第1节到第2节。咱做伙来读，这个经节做伙来读来，有一遍有真侪冒失甲罪人，我来耶稣遐要听伊讲道。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拗念讲，这个人接纳罪人甲因食饭，所以因为安尼，咱知影听耶稣讲故事的即群人，其实有两群人。有一群是叫做迷失徛伫门外的罪人，总是另外一群是遐强调经典、道德真悬、宗教的门来者。宗教的这个门来者，伫教会传统内底，事实上现代中文译本嘛啦，这个故事咱读到的这个故事头前有一个标题叫做《浪子的故事》。所以咱拢会误会、误解，这就是浪子的故事。其实这毋是。主耶稣不只是要确保这个细汉囝得到无条件的听甲接纳，主耶稣更较要拍破宗教的迄个界限，伊要挑战久长以来咱对上帝、对人的罪。甲救赎遐个传统的概念，因为这个故事不只互咱看见这个细汉囝毁灭性迄款自我中心，咱这个故事嘛咧谴责大汉囝你自称做义、严守诫命的心态。主耶稣要对咱讲，因拢失迷，需要转来厝，检菜你我嘛伫其中的内底一个。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12节，咱读到一开始的这个故事，做伙来读这个故事。来，耶稣佫讲，有一个人有两个囝，细汉的甲老爸讲：阿爸，我应该得的财产，请你分互我。老爸就将财产分互因两个。照《申命记》21章15节到17节的规定，大囝会加得1分，就是厝内底所有的囝平分总是大囝加1分。这人惊两个囝，所以意思就是，这个细汉囝爱得1/3。
简单来讲是安尼吼，这个细汉囝爱得1/3，因为安尼总是这个要求，互人着惊。这毋是现代社会哦，我请大家明白这样代志。这个故事毋是现代社会发生的哦，现代社会的老爸有可能讲哦，安尼哦，有这个要求吼。迄是迄个时代哦，咱来知影，当时要得到老爸的财产，唯一的条件就是老爸过身。听有意思无？当时要得到老爸财产，唯一的条件无第二个条件哦，唯一的条件叫做老爸过身了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细汉囝安尼讲，伊是咒诅伊的老爸去死呢。咱会知影这句话有偌严重了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细汉囝伊的眼中无这个老爸活地，这个老爸明明的活地对无？总是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细汉囝眼中无老爸，因的关系，伊只看财产，因的关系内底只有剩财产，然后这个细汉囝想伫心内就好，对无？伊无要嫁啊，伊直接讲，伊无想要嫁啊吼，迄个想伫心内，有可能咱拢会想伫心内对吧？总是伊无嫁，直接讲，互人着惊的是这个老爸的回应。咱爱知当时是极端老爸的权、爸母的权的社会呢。照摩西的吩咐，摩西是安怎吩咐？申命记第21章，随上也是伫迄个大囝分家产的后壁。申命记21章18、19、19节，21节的 A 段是安尼讲：人老囝忤逆不孝，毋听老爸母的话，因甲伊警戒，伊犹原毋听伊的爸母，就甲伊抓起来。拖去迄个城的广场见长老，迄个城的人拢着用石头来钉死咧。迄严重是严重到安尼呢？所以咱来知影，这个细汉囝伊忤逆到安尼哦，严重是严重到，甚至这老爸权会当把这个细汉囝拖去城门口。互众人拉定死呢，所以老爸伫遮会当做过来选择，第一个选择，搭讲，那么然后呢，搭伊的囝结出去，甚至照条例、照律法，会当互伊无性命，总是伊拢无选择安尼做。就照伊的囝喙内底所讲的，就分家产。这个家主，这个老爸家产，当时的财产应该大部分拢是土地，所以互细汉囝1/3，爱卖真侪土地，翻译做家产。咱大多读到的迄个家产，也是产业之字。的希腊文 bios， 意思是性命，无别的意思。家产就是性命，什么款的意思？是安怎？伫古早的时阵，人的身份地位甲因有的土地有关系。失去土地，就失去个人的身份甲社会地位。所以华语讲有土斯有财，就是台语讲送乡，失去土地人上善。送乡的意思就是安尼，失去土地人上善，这种同款的意思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
细汉囝的这个要求，其实是互爱伊的老爸拆理伊的性命，这款的要求。所以伊的老爸因为疼细汉囝，就照伊的讲法来分家产。所以迄句话咱毋通掠做真简单的，迄句话是真恐怖的，因为这个老爸爱卖土地互细汉囝，咱爱知影伊会当卖土地，会当卖互啥物人？当时无像现在讲远的人会来买，无可能。拢是厝边头尾遮的人，有钱的人，知影有需要的人来买，了解意思无？所以当老爸开始卖土地的时阵，咱知影厝边头尾就开始拗念，开始讲啊，这人因兜发生啥物代志？后来就知影原来是细汉囝要求要分家产，这种完全毋捌听过的代志。所以细汉囝完全毋参嘛，因为伊想讲对打了，就甲老爸一刀两断，甲伊的亲人、甲伊的家族、甲伊的故乡一刀两断，对打了，我就要远走天涯。细汉囝完全无关伊的失丧，其实明明通看见。总是细汉囝离开伊的家庭了后，因为家己的放纵、无节制、甲愚妄，致到伊失去朋友、钱财、甲资源，搁拄着大饥荒。路加福音15章15节，咱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就去迄所在的一个人请，去互迄所在一个人请，迄个人叫伊去园林饲猪。咱来知影犹太律法顶头看猪叫做无清气，所以因无食猪肉。这个细汉囝去挖去刻的刀刻的这个人，一定知影这样道理，所以伊指派这个细汉囝的背后的意思，就是讲我要礼貌请你离开啦，听有意思无？我是要礼貌请你离开呢。伊一定知影细汉囝的背景，对倒位来，一定知。所以即人讲即句话，意思就是讲，我就知影，明明知影恁犹太人就看猪就无清气，所以调工叫你去饲猪，意思就是讲，请你离开的意思啦，礼貌。结果无拍算，细汉囝已经走投无路，这叫做走投无路海安尼啦，行无路啊。然后走投无路去到遐看猪咧食迄个豆角，咱翻译做豆角，其实现在家咧研究，其实无可能毋是豆角，迄有可能是猪咧食，因为饥荒啊，透可能猪食足好啊，饥荒啊，所以猪一定食迄个足歹食，迄个当地出产的一种浆果。连迄种猪咧食足歹食的迄个浆果，伊嘛想要抢来食，想要即句16节，讲毋过连即人嘛无互伊原文嘛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讲伊拢讨无，所以嘛有神学家认为，即个细汉囝甚至有可能伫遐咧做乞食，总是嘛无成功。这叫做细汉囝的失落。大汉的咧，当细汉囝转因到厝的时阵，路加福音15章25节到2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迄时大囝伫园林，伊转来，得要到厝的时，听到作乐甲跳舞的声，伊叫一个仆人来问看到底是啥物代志。奇怪哦，他会无先通知大囝，是安怎？他会无先通知这个大囝，讲因小弟转来啊？
这是因为老爸拢知影伊的大囝心内底的妄糖是啥啦。老爸拢知，伊知影伊若去通报吼，因这个大汉的一定有啥物反应的。所以事实上，这个大汉囝伊已经行到这个厝门，都已经有听到啊。伊若愿意随上当地的礼仪嘛，应该安尼，嘛应该安尼，这叫做老爸的宴舍。伊爱入座，成做这个宴舍的第二主人，了解意思无？是伊爱听到这个声音，伊爱入座，然后事后因私底下来冤家，私底下讲不要紧。了解意思吼？伫礼貌上，伫互人看到伊尊重老爸的宴舍，这点，这个大汉囝，这个时阵听到这个声，伊爱入来，然后扮演第二个主人的角色。总是当伊徛伫门外听到声，徛伫门外，咱就知影伊有啥物款的态度啊？伊叫这个仆人来。问讲啥物款发生啥物代志，就凸显大囝的态度。罗家芬15章27到2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迄个仆人甲伊讲：恁小弟转来，恁老爸因为伊平安无事转来，就杀迄只肥的牛仔囝。大囝非常受气，毋入去。伊的老爸出来，甲伊苦劝。大囝受气，原文伊讲的话吼，你看你，迄个你看咧。大囝的举动，咱爱知影，伊这个受气是受气伫遮个来参加宴舍的亲人朋友的面前哦。咱爱知影，伊是伫这个所在，伊毋入去。是当面，互老爸歹看，互老爸，互因的家庭见笑。伊毋入去，这个动作就是安尼。所以伊刷落去大囝安尼应伊的老爸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毋过伊应老爸讲：你想看咧？我做奴才服侍你遮侪年，毋捌违背你的命令。你连一只山羊仔也毋捌，互我甲我朋友做伙欢喜。大囝受气，原文翻译做伊讲话头一句叫做因老爸出来苦劝对无？大囝头一句讲：你看咧，你看你，迄原文是安尼哦，你看你。意思就是即句话足歹听的啦。伊无先讲老爸，无嘛，对无？伊用爸辈的当时迄款迄种强调尊敬甲顺服的社会内底，咱真歹想象即句话是出对囝儿的喙。换一句话来讲，细汉囝咧使弄。老爸对伊的疼，得到伊家己掠做的自由。总是大汉囝想的，既然甲伊的小弟共款，伫伊的话内底知影，伊顺服老爸，甚至将家己看作是奴才。伊背后的心意是讲，我要透过这个顺服来控制我的老爸。甲伊的产业，换一句话来讲，因拢无听老爸，毋是真正的顺服。两个人拢想要控制因的老爸，只是一个歹互你看，一个假真好尔。因为安尼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主要说要透过这个故事对咱讲。两个囝拢无听老爸，无注意伊，无真正服侍伊。
两人共款背逆，远远离开上帝。主耶稣透过这个譬如，搁较对咱讲，啥物叫做人的罪？细汉囝的罪明明通见，总是大囝的罪是另外一款的罪。伊徛伫门外受气，是因为伊心内底认为老爸互细汉囝的外袍、手指、甲肥的牛仔，拢是伊的。你有啥物资格通分享出去？了解我意思吼？总是伊袂捌想过，这拢老爸的啊。老爸有权，只是因为伊有听，无使用而已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侪时阵，咱就亲像大汉囝，咱想要用顺服，听上帝的命令来换咱伫社群，甚至伫上帝心中的地位，咱要换伊，逐咱按赞。总是真奇怪的，就是这拄好是咱罪性的来源。两个囝甲一部分的咱心内相信，得到财富，得到永远我，得到名位，得到这个世间最的好处，才会当互咱真正的快乐满足，毋是老爸的疼，因为安尼。咱拢需要觉醒，就亲像细汉囝共款。路加福音15章17节到19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。来，后来伊觉醒讲，阮老爸有遐尼侪请工，因拢有物通食，搁食到有剩。毋过我伫遮得要。饿死，我要起来，转去我的老爸遐，甲伊讲：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嘛有得罪你，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，请互我做你的请工就好。细汉囝这个时阵觉醒，伊心内底明白，就是伊转去厝，嘛早就丧失囝的身份甲资格，因为安尼，伊就真具体想一个转去厝的方法。伊要求伊的老爸讲，把我当作是请工就好。啥物话叫做请工？仆人是住伫厝里，当时的社会，奴仆仆人是住伫厝内，当是请工嘞，请工毋是哦，请工是。砖头的技术工，换一句话来讲，细汉囝想的是：啊无我来做一个请工，啊我无资格做请工，做请工的学徒嘛好。我无资格做请工，连请工伊都拢毋捌做过啊。那安尼做一个请工的学徒嘛好，学做请工的人。检采安尼未来嘛会当经我对老爸遐摕到经伊的债，至少我会当转来厝。细汉囝互老爸见笑，伊离开伊的家乡，伊提钱离开家乡，就是互规个庄头见笑。了解这意思吼？细汉囝伊若离开摕遐个钱。土地变卖钱，离开伊的故乡，嘛互伊的家乡，互伊的亲族见笑。这就亲像老爸所讲的，伊早就互人看做已经死的人，因为安尼，细汉囝反复练习这个代词，准备要倒转去因兜。路加福音15章20节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就出发，转去老爸遐。伊离因兜遥真远，
老爸就看到伊心真毋甘，赶紧走活去，甲伊揽地，直直甲伊浸。我真爱沙伊德这位中东的神学家所诠释的。伊讲主耶稣伫这个故事内底，只提起囝对老爸讲的话，无提起老爸安怎讲话。事实上，这个老爸用金喙代替言辞，用表情代替话语，用眼神表达千言万语。细汉囝上尾，这个同我最请工的这个办法无讲出去，是安怎？是因为老爸所呈现的行动，去看的听，互伊明白，伊早就互人接纳转来厝。照中东的规矩，做囡仔会走，萝卜会走，负责人会走，总是有身份甲地位的家主袂走，是安怎？因为因穿甲别人无共咧，因穿是穿长衫咧。长衫穿长衫的人要走，当然无可能走啊！迄个走爱至少骹是会当自由的。所以，伊无顾传统体面，无顾民主，看见因囝要行转来，伊就摕伊的长袍甲撩起来，迄是撩起来吼。然后呢，就有用双骹，亲像囡仔共款走往伊的细汉囝，走往伊就来揽咧。用金手来表达隔阂、搁下面。罗高芬15章20到2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毋过老爸甲仆人讲，赶紧遐上好的外袍来甲伊穿，甲伊挂喙齿，搁甲伊穿鞋，煞牵迄只肥的牛仔囝来抬。来庆祝，因为我这个囝是死去有个我，失了有个得到。老爸用上好的衫，迄领衫应该是老爸的。老爸上好的外袍，手指甲围，透过安尼，要互囝知你已经恢复你的身份。伊用行动要对你讲，你。无搁需要行你的欠孝，你免跪倒来求讨，嘛毋免想尽办法，才有法度转来厝。老爸要对伊讲，现在我就通带你转来厝，用我的地位甲阳光，压看你一切的疼者。丧凶甲欠亏，咱来知当时的人食饭真歹食着肉，这若是古早台湾的社会，有点仔年纪的人就知，古早人真少会当食着肉，所以这桌顶有出现肉，就表示真车花、真庆祝的意思。然后肥的牛仔囝是其中上少出现的，是安怎讲？因为这只有伫全村做伙要庆典的时阵才会出现。因为杀一只细只，就是细只的牛仔囝，拢需要规村的人来食，才有法度来食了。当时无冰箱，所以咱爱知一只牛杀了，就是爱几点钟内底就爱食了。若无，伊就会烂，就拍算。所以事实上，老爸嘛毋茫要透过这场宴席，互全村的人重新接纳这个细汉囝转来厝。这个细汉囝不止会当伫我的兜来恢复身份尔，
伊上时嘛会当伫全村来恢复身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主并无将这个世界分做道德的好人，就是无道德的歹人，无。伊只有讲故事，伊讲故事，就互咱看见，每一个人拢投入伫要救家己的迄款的拍拼内底。咱一世人拢想要救家己嘛，但毋是咧。总是有当时啊，咱即款的家己救家己，咱做真侪工课，有时阵拢想要救家己尔。总是侪时阵，咱毋是咧利用上帝，就是利用其他的方式。毋茫啥物货，毋茫互家己来掌握一切。因为安尼，主耶稣所要带来福音，是一个全新的属灵的观念。伊要对咱讲，你家己无法度救家己啦。咱每一个人拢是互上帝所听的罪人，咱拢受呼召来认清这个事实。美国报有一个报纸的专栏顶头问读者，这个专栏的编辑问读者一个问题。咱的世界出啥物问题啊？然后爱读者回函来应答这个问题。咱的世界出啥物问题啊？天主教的神学家柴斯特顿，伊回一个短短的批，顶头安尼写：亲爱的编辑，我就是问题。祝福你，柴斯特顿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承认这个世界所发生的问题，其实拢是咱还是我的问题，但毋是咧。这个世界所发生所有的问题，但毋是咱，就是我出现问题嘛？这就是完全明白主耶稣所带来信息的人，伊对生命的态度。主耶稣死伫十字架顶的目的是啥物货？伊若真想要成做咱的帮助者，咱道德的典范，甚至启发咱灵魂的迄位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拢毋是伊来的目的。假使咱无互伊成做咱生命的救赎主，咱搁咧倚靠家己，孝想要家己救家己，那安尼就白白浪费伊为咱来死的疼甲稳定。随上伫这个故事后壁，阁有一个伏笔：大囝甘愿意上尾进入宴舍，被接纳，也接纳伊看袂起的小弟嘛。这个故事并无互咱知，这个大囝的回应，这是一个主耶稣想要问这个法利赛人甲文士的问题。事实上，伊嘛要问咱是毋是要徛伫门外？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就亲像老爸上尾回应，就代表伊迄粒心，诚做老爸的心。路加福音15章31到3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的老爸应讲：囝，你不时当甲我做伙，我所有的拢是你的。总是你这个小弟，伊是死去有个活，失了有个得到，咱应该欢欢喜喜来庆祝。咱有可能时常互迄个有细汉囝的心态的人所模范，因为伊就是无爱照规矩来嘛。总是真歹势，往往这个有细汉囝心态的人，是互这个大囝的所逼，也是所形成的。咱知影，有大囝就有细汉囝，有细汉囝就有大囝。
因为安尼，咱拢需要有真做老爸的心。主要对咱讲，天父的心是柔软愿意的，伊要拍碎家己，放下民主甲尊严。伊看见咱真固执的个性甲偏见，总是伊要诱咱彼此看见。原来其实。咱拢是死去有个活，失落有个得到的人。咱拢应该转来厝，做伙欢喜庆祝才对啊！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阮时常徛伫门外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知。阮顺叹的意思，毋是要爱得什么好处，是要听你，因为阮知，阮这个宝贵尊贵的身份，是确实有上帝你所听的。你破碎与阮流血，洗清阮的一切，总是阮做时阵幽怨、丢毒。固执，主求你帮助阮，赦免阮的罪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。这是咱来唱圣诗647首，圣诗647首，至好朋友就是耶稣，至好朋友就是耶稣。咱起立，咱来唱全首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罪过甲烦恼，真正人无大好希望，事拢通对伊讨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罪过甲烦恼，真正人无大福气，福气，情歌常常喜乐。平安，跑到跨路艰苦，难看事，这是对咱袂有深思，愿有阿心阿主，最好朋友就是耶稣。担当罪过甲烦恼，真正人有大福气，福气。最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罪过甲烦恼，真正人有大福气望，事拢通对
主是耶稣，担当罪过甲烦恼，真正人有大福气，大福气，心肝常常喜乐平安。后头看愈艰苦，艰苦事，这是对咱袂有深思，袂有甘心甲托主，真好朋友就是耶稣。担当罪过甲烦恼，真正人有大福气，大福气。会场请坐，这是咱来奉献。咱请吴文云执事甲傅启芳执事。咱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。报告，我报告进前，咱三个来念今仔日的金句，我念一解，三个来念两解。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，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。诗篇103篇13节，请。敬畏伊的人，诗篇103篇13节。上主嘛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，
诗篇103篇13节，咱掀开周报第一页。10月份的日周中节，黄传进、叶丽仪、甲吴文仁，咱内容咱家己来看。周间的聚会，咱嘛家己来看。小组的聚会，咱所分开的遮个，咱家己来看。奉献的明细，但是无清楚，咱找咱的中节来更正。咱掀开第3页，消息的报告。本主日10月初9是双联曙光纪念日，嘛请为着新德中会双联部曙光来奉献甲代祷。本会敬老的名单，小等我讲的时阵，大家徛起来，咱家己来看，讲咱100岁以上的有几个，咱徛起来。70岁到79岁有几个，80岁到89岁，咱请牧师来甲咱主理，徛起来，咱为互牧师来拦祝祷。以上吼。我要请咱有伫即个名单，就是无伫即个名单嘛，不要紧啦吼。大概就是咱上年的标准应该是65岁以上对无？无，伊即摆遮是70岁到79岁哈，70岁到79岁，70岁吼。好，70岁以上的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咱大家即时徛起来，若有法度徛就徛，无法度不要紧吼，坐咧就好嘛会使吼。请即时来使咱徛起来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我伫遮要甲大家报告啦吼，咱等下无一个分，就是我要请遮个中级一个去到你的面头前来分互你，然后毋忙，若无伫现场嘛不要紧啦吼，无伫现场嘛不要紧，阮会送到恁兜，阮会送到恁兜，吼，咱也会使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赏赐阮的年岁，帮助阮，互阮换地时每一日拢感谢你。主，感谢你赏赐，互阮会当活到照圣经所讲，是人上帝祝福的日子。因为安尼，阮求上帝特别扶持。阮知，阮的哪瓦quyền利，总是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活地的每一日，拢有上帝所赏赐的欢喜甲快乐，拢有上帝所赏赐的祝福甲平安，帮助扶持，互阮真正对你来得到快乐，帮助扶持，互你的囝儿所伫地的家庭，阮所听的遮个囝儿逝世。以及阮所关心的这些朋友、亲人，拢通因为阮来得到祝福。主，感谢你赏赐，帮助扶持，祝福带领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拍鼓啊，来多谢。爱知影恁活的一天，就是会当庆祝的一天。咱嘛是吼，咱嘛毋忘咱每一个人到尾后，嘛会当得到即款的尊严。请坐，请坐。下主日10月16，咱为着总会所定的文字事工来奉献主日，咱嘛欢迎黄兰亭牧师代表台湾教会公报社前来本会请安报告甲证道。第二。立法金审查委员会伫礼拜结束了后，伫7.2教室内召开，请委员各级的主任出席参会。第三，圣诞节第3次筹备会议伫下晡1点，要伫7.2教室内召开，请同工出席参会。小会消息，小会公告，2023年当选新任中级名单。长老张伯钧、陈建州，技术陈柏言、陈美智、刘泰山、黄耶瑟、赵美珠、李令芳。小会公布2023年度各部首长名单：传道部部长陈伟明、副部长黄传进、教育部部长陈建州、
副部长詹伯钧，关怀部部长简成，副部长黄传进，财务部部长林章洲，副部长陈建州，行政部部长于志平，副部长简成。教育消息，各部甲团契预算的协调会伫10月23礼拜结束了后，伫7公里教室来召开，请各部的部长甲团契首长同工出席参会。第二，新旧任中职团契首长同工训练会，伫11月初6定期中职会后来举行，请中职同工出席参会。2022年传福音的训练装备课程，对怀疑到伫相信，咱家己来看一下吼，家己来看。过来，上年中央感恩甲联合野外礼拜报名事项：第一，10月20参加中会上年中央敬老感恩礼拜，当日早时7点40分教会集合，8点前爱出发。时到，但是无够的人，阮就无搁再等候吼，请大家互相提醒。希望大家互相提醒吼。10月30联合野外礼拜，每人收费500块，有40人验命已经为止。具体消息，本会林志英姐妹、陈正中先生夫妇的长女林亚梅姊妹，甲孙伟义先生的结婚礼拜，因故延期到10月29拜六下晡3点，伫本会礼拜堂举行。敬请各位兄姐前来观礼甲祝福，愿上帝的恩典甲这对新人同在。过来就是教界北大女宣100周年的感恩礼拜，甲灵修会的年会吼，咱家己来看。伫下晡桃园合作社理事干事会伫中昼12点，要伫庆国一召开，请李干事出席参会。以上报告，咱请牧师补充。我来补充报告几项。头一项就是今仔日，就是咱野外礼拜的早止的日期，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，假使咱中间还未报名伫无共款的团契甲小组出游，10月30号咱要出游的这个行程内底，随常有一个新的出游。就是要去行路啦，吼，改成是步态。我看到真有意思吼。行路，咱行路都有正确吼，这项代志。我感觉真有意思。所以假使咱若愿意，咱嘛会当报上尾一组，吼，今仔日拢是早止的日期，所以我要请学青嘛共款吼，注意这个日期，将咱的日期、野外礼拜的行程甲人数人。大概估计会当偌侪人要去吼，大概拢请咱的关怀部这边来申请。今仔日是上尾一天的申请，就是10月30号。假使咱中间兄弟姊妹10月30迄天若无出外，咱教会会有另外安排。阮大概即摆会开始咧安排啊。所以求上帝特别扶持引带，也祝福带领，不管互咱的教会，不管去倒位。甚至留伫遮，拢会当听到上帝的话，然后有上帝的祝福，甲咱做伙伫地。这头一项，第二项我继续邀请咱大家为着咱若看到即群真古水的商人吼，咱爱学了上帝，讲咱教会有一群真古水的商人团契，咱爱持续来支持。所以我嘛要邀请咱为着商人，今仔是商人主日。所以咱嘛会当为着商人来奉献，商人主日来奉献。第三项，持续要邀请咱大家一礼拜内底，咱会使请咱参与一场礼拜，一个服侍，一个团契或是小组，愿上帝祝福，甲咱做伙伫地。这是咱来。唱上言，圣诗391首，圣诗391首，
学了天顶上帝，学了天顶上帝。唱歌了后，咱请牧师带咱祝祷，来，咱大家起立。天顶受在，创造天地甲海，保护万民，人人的普天的同心，阿拉上帝，阿拉三位一体，白行诚信。但愿创造主上帝启示，让咱看出宇宙万美的美妙，感受造化活命的律动。救赎主耶稣基督的疼，激励咱用达款表达佮丰盛生命的活力，也愿安慰者圣神感动咱，时常用娱乐宣扬见证做者。归荣光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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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非常请坐。音乐牧祷，咱这是起立来行平安礼哈。